近年嘅 DSE 考生越嚟越多，會唔會影響我嘅成績㗎？家寶唔使擔心喎，你嘅評級係唔會受到其他考生影響㗎。我係 SRR 達人，等我解釋俾你知啦。首先 DSE 係用水平參照成績回報制度，考生成績分為1至5級，唔係用過往俗稱 Lie Curve 嘅評級方式，並唔會預設各等級嘅考生比例。考生達到既定嘅能力水平，就會攞到相應等級，唔會因為考生人數多咗或者其他考生嘅表現更好而影響你嘅等級。喺評級過程中，每科都會定出1到5星星級嘅臨界分數，即係考生達到唔同等級嘅最低分數要求。呢個我知啊，所以我咪擔心多咗考生會拉高咗個臨界分數咯。一齊同我嚟睇下 DSE 係點樣評級㗎啦。每年 DSE 考完試，所有答卷都由閱卷員按統一嘅標準嚟評閱。部分科目設有不同部分或卷別俾考生選答，為確保所有考生嘅得分能夠用劃一嘅尺度嚟公平比較，答卷得分會經過多個程序處理，計算出科目得分。絕大多數 DSE 考生同你一樣，都係日校考生，而 DSE 就係按日校考生嘅成績數據嚟定各級嘅臨界分數，以確保評級水平同數據來源穩定。咁臨界分數係點樣定出嚟㗎？考評局會利用唔同嘅統計模型，計算出建議嘅臨界分數，亦會比較當屆同往年 DSE 嘅統計數據，確保唔同年度之間都有可比性。考評局只係睇統計數據就可以決定臨界分數？當然唔係啦，建議嘅臨界分數會交俾各科嘅專家小組參考，佢哋主要係來自學界嘅科目專家。除咗統計數據，專家小組亦會考慮一系列嘅資料，建議各科嘅臨界分數。臨界分數最後需交由公開考試委員會審核通過。跟住，我哋會按照落實嘅臨界分數，為所有考生進行評級。水平參照下嘅評級機制，絕對唔係一場零和遊戲。如果嗰一年有更多考生表現達到第5級水平，攞到對應等級嘅考生就會相應增加。而且以日校考生嘅成績嚟評級，亦唔會因為非日校考生嘅人數或者成績變化，影響另一邊日校考生攞到5星星嘅機會。如果日校同非日校考生嘅表現同樣優秀，咁兩組考生攞到5星星同5星嘅人數都會一齊增加，可以係雙贏㗎。你哋喺 DSE 放榜嗰陣收到嘅成績，將反映你哋嘅考試表現同能力水平，亦係將來升學同就業嘅重要資歷。我明白啦，不過我仲有其他有關 DSE 嘅疑問喎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有關 DSE 嘅資訊，可以瀏覽考評局網站，亦可以留意文憑試快線同手機 App 嘅資訊。